係揭開咗我哋10大中文金曲嘅序幕啦。周慧敏啊，想問一問你咧，你有冇留意到啊？正話呢一個舞蹈編排啊，甚至係啲舞蹈員嘅服飾咧，其實咧就係代表咗呢個音樂一個發展嘅歷史㗎噃。係啊。係。咁咧嗱，你講起以前嘅時代咧，我想有個問題想問一問你喎。咁假如咧喺100年前啊，有類似我哋今晚嘅咁樣咁隆重嘅頒獎典禮咧，你估邊一類型嘅歌咧會係攞獎啦？嗬？我諗唔使估啦，不如我哋一齊聽聽咧。名鋼琴家劉思坤先生，亦都係我哋今晚嘅頒獎音樂會嘅第一位頒獎嘉賓。另外一位嘉賓咧就係著名出版界人士黎智英先生，我亦都歡迎黎智英先生。Jimmy啊，你對香港嘅音樂有什麼看法？我唔識音樂，乜都唔識㗎，一啲我都唔識㗎。那你是哪家的？我係搲銀嗰家㗎，不過搲銀如果可以繼續搲銀咧，呢個歌名咧就幾重要㗎。呢個歌好似特登點俾而家中英嗰啲大佬老爺聽咁㗎。那是哪一首歌曲呢？歌曲係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第一首，歌名《俾面派對》。多謝兩位嘉賓幫我哋頒呢個獎項，多謝晒。我哋第一首嘅10大中文金曲，作曲黃家駒，作詞黃貫中，主唱 Beyond， 俾面派對。
哋當正自己係主人家之一啦。咁啊，你又負責請人，我又負責請人嘅喎。你請咗邊個先？我請到我個老鐘啊，嚟到呢度咧，肯定係增光不少。佢就係曾光。哦，曾光先生。係啊。喂，其實個好巧喎。因為我請嚟呢位咧就係不少啦，因為佢最近呢1個星期減咗20磅，我恨都恨唔到嘅，先由加拿大飛翻嚟嘅輕盈不少嘅 Gigi 黃淑儀小姐。有請兩位。考下你，做我係呢行最攰嘅2個英文字。哎呀，梗係千祈唔好 NG 啦。嗱，一陣揭曉第2首金曲嘅時候，你唔好 NG 啊。唔會，好簡單。因為已經喺我手度，咪住點解4個英文字母 IOOI 啊？嚟啦，咪出錯咪 NG 咯。唔係寫錯。邊度有啊？明明。哎呀，你加拿大大鄉里1001啊，讀過。IOOI。我都救唔到你啦，朱姐。離開幾年有少少。係咪啊 ？IOOI 呢度。OK， 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第2首，歌名係《1001夜》，主唱者李克勤，作曲玉置浩二，作詞向雪懷。恭喜晒克勤！哇，成個白馬王子咁喎。啊！恭喜！唔該晒 Gigi 黃淑儀小姐同埋曾光先生，多謝晒。好，有請李克勤演唱今日第2首10大金曲，玉置浩二作曲，向雪懷填詞，《1001夜》。克勤。的笑，等他的愛，等他等了不知不覺1000夜，等他的吻，等他擁抱，輾轉不覺花開，等到花凋謝，讓我每夜戀一些回憶一座。有一個落寞做夢者，Oh Juliet，以1000個夜 ，Juliet， 再等幾個夜，會對我好些，讓愛情可借，今晚。你可否暫借？等他哭了，等他傷了，等他等了1000加上多一夜。等心死了，等他需要，等他知道，終於等到他感謝。若要每夜戀一些，情願像你變一個幸運被愛者。Oh Juliet， 以1000個夜 ，Juliet， 再等幾個夜，會對我好些，讓愛情可借。今晚你可否暫借？今晚你可否暫借？多謝晒咁多位支持1001夜嘅朋友，多謝晒你哋 ，thank you。多謝晒李克勤啊！
原來係龍劍生小姐同埋梅雪詩小姐。 Hello， 各位好。好開心今晚喺度同各位見面。正係金夕紅館落滿堂，同聲共聚耀光幕，如此大型金曲夜，不需侍女伴身旁灑翠。係，多謝晒。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第3首就係、相逢何必曾相識。主唱嘅蔣志光、韋爾山，作曲蔣志光，作詞蔣志光。恭喜晒蔣志光，恭喜晒韋爾山，恭喜恭喜！我哋好多謝我哋今日兩位嘉賓，好多謝龍劍生小姐、梅雪詩小姐，多謝晒，多謝晒。咁呢個時候咧，就請我哋兩位得獎歌手咧唱出第3首10大中文金曲，就係作詞蔣志光、作曲蔣志光嘅《相逢何必曾相識》。頒獎嘅呢一批嘉賓啊，呢幾位嘉賓啊，佢哋雖然就唔係一家人，但係叫你平時相處嗰種融洽嘅氣氛咧，同一家人都冇乜分別嘅喎。各位朋友，我哋歡迎彪叔、肥姐、翁虹同埋李麗蕊，歡迎。Hi， 各位你哋好。Hello， 各位你哋好。係啦，爹哋媽咪啊，點解今次會揾我哋上嚟頒呢個獎咧嚇？點解？我諗都係我哋冚家富有音樂細胞啦嚇。喂，唔該你講説話小心啲，應該講全家係咩家亂咁講嘅。出得街㗎。哎呀，媽咪啊，哎呀，開口及着你啊佢。係啊。係啊，其實咧我知道咧，今日咧我哋上嚟頒獎咧，每一個頒獎嘉賓咧都要表演少少嘢嘅喎。我哋表演咩好咧嚇？表演？係啊。係得啦。叫你阿媽扮麥當娜啦！亂咩話？嚟咧亂講，唔得。唔係，我有個提議，不如咁啦，我哋一齊唱隻歌咧。唱歌啊？唱咩歌啊？我淨係識唱一隻嘅啫喎。咁你唱先啦，一人一句咁啦，好嘛？好啊。河邊有隻羊。羊邊有隻象，象邊有隻馬騮仔。喂，做咩影成我哋兩個啊？關我咩事啫？你都係唔適宜唱歌啊！你唔適合做歌星啊！你把聲又唔好聽啊！真係。係啊。我冇話想唱歌啊，咪唱歌最緊要咩啊？乜嘢啊？聲音啊嘛。係。聲音唔夠洪亮，佢唱咩歌咧？
哦，我知啦，咁你跟住落嚟就要宣佈以下邊一位歌星得到獎啦，係咪啊？好啦。係啦，第13屆中大 ，sorry， 第13屆中文金曲第4首歌名，你知道我在等你嗎？張洪量。你们的支持让我非常的感动，谢谢。谢谢。呢個台咧，佢係踩咗好多萬㗎啦。各位朋友，俾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呢位嘉賓，阿 Lam 林子祥同埋靚女關之琳。估唔到我哋電影可以成日合作，而今次上台頒獎咧都可以一齊。我諗要講緣分，因為你嘅名咧又有個林字，我咧有個林字，咁或者跟住俾呢個獎咧，唔知有冇緣分係會有冧聲咁啊！真係冧聲，林憶蓮。各位朋友，我哋欣賞第5首10大中文金曲，得獎歌曲係《前塵》，主唱林憶蓮，作曲李炳文，填詞周禮茂。
前情懷在動。看星看海看夜途，踏過我踏過的路，來不及問候你可好，來不及問候怎給你擁抱，甜酸苦心往返裏不知之間已流露。曾經的一個你，曾經的一個我，曾經的相處過。回憶中的你笑，回憶中的你説，回憶中愛哭的我。當天笑面，重新探望我。難得今天你，難得今天你記得起我。輕輕放鬆的腳步，無謂城市速動。說風說花說月兒，未記卻又記歸路。來不及話別不想你知道，曾經失的已失，願一天心中再重蹈。曾經的一個你，曾經的一個我，曾經的相處過。回憶中的你笑，回憶中的你笑，回憶中愛哭的我。當天笑面，重新探望我。如果一天你，如果一天你懷念最可否想起其實喺廣告呢種深入民心嘅呢一種咁嘅態度之下咧，我哋要表揚一下一啲喺廣告嘅幕後功臣，其實佢哋都係對呢個廣告貢獻唔少嘅。我哋特別設咗一個獎，就係最佳中文廣告歌曲獎。咁呢一個獎係點樣評選出嚟嘅呢？就係由廣告商會嘅會員呢提名佢哋旗下嘅作品，然之後呢，我哋會有專業評判呢，再加上公開嘅投票呢，咁到最後呢，就係有3位朋友分別可以得到呢一個銅獎、銀獎同埋金獎嘅。咁何嘉麗喺呢個時候應該都係要頒獎同埋揭曉嘅時候啦。冇錯。喺度我哋請香港廣告商會主席彭炳能先生為我哋頒獎嘅。首先你要揭曉銅獎，得獎嘅呢就係德順萬事法，作曲嘅係林慕德，填詞嘅係歐卓新。恭喜兩位！銀獎咧就係新華旅行團馬爾代夫團嘅，作曲咧就係 Noel Quinlan。填詞嘅係梁國標。好啦，而家到金獎喎，哇！金獎啊，都唔好揭曉住。我哋請各位現場嘅觀眾睇睇我哋嘅電視熒光幕先嚟。哦，有得睇嘅。係啦。鮮色的為繽紛的，多多色任你去捉拿着單到，色彩間話，無論哪一開心的敵人。
得獎金獎嘅得主就係佐丹奴色彩嘉年華，作曲係倫永亮，填詞嘅係林振強。我哋請倫永亮代表林振強，代表佢自己上嚟領呢個獎。恭喜晒！恭喜晒！都知你賺好多錢㗎啦。多謝你，恭喜你 ！Thank you very much, Mr. Barnes. Thank you。今次呢一個大會咧，亦都係咧就係增設咗呢一個最受歡迎嘅卡拉 OK 大獎嘅，因為呢即係卡拉 OK 實在係太受歡迎。係啦，因為喺過去一年裏邊，好多人都唱卡拉 OK，咁我哋亦都喺卡拉 OK 嘅地方嗰度咧，亦都係託佢哋啊，去選出喺過去一年裏邊最多人唱嘅嗰首卡拉 OK 嘅歌曲。不如咁啦，我哋請我哋嘅頒獎嘉賓上嚟先，好唔好？好。我哋有請蕭芳芳小姐。Thank you。第13屆中大嘅，唔係賣廣告啊，對唔住啊！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最受歡迎嘅卡拉 OK 歌曲獎咧，就係呢一首啦。係無言的結局。冇錯，無言的結局，我哋請原唱者林素容小姐、羅時豐先生同埋瑞華唱片公司嘅代表上台領獎。我諗我哋大家起碼喺卡拉 OK 唱過1次至10次呢隻歌啦。恭喜恭喜！唔該晒蕭芳芳小姐。好多謝蕭芳芳小姐。謝謝謝謝。咁我哋請林素容先生同埋羅時豐先生為我哋唱出呢一首我哋今屆特別加設嘅獎，一個卡拉 OK 大獎啊！咁啊，請你唱出呢一首《無言的結局》，請。是对你说过真实的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大家会唱的话，一起唱好不好？脸上不会有泪。当我要如何能停止再一次想你，我怎么能埋葬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没有，也许。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要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没有，也许。俾咗好多練歌嘅機會大家嘅，所以今年嘅樂壇咧新人湧現，實力非常之強嘅。係啊，咁至於今年有啲咩新秀可以成為我哋未來嘅樂壇大哥大大姐大咧，就要睇下有啲咩入選嘅單位啦，好唔好啊？係啊，角逐我哋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新人獎，一共有44個候選單位嘅喎。係啦，
咁經過咗一連串嘅公開嘅投票啦，分別係樂迷嘅投票啦、專業人士嘅投票同埋係新聞界投票之後啦，咁啊選出嚟嘅有7個組合喎。係，咁但係到底邊個可以得到金獎、銀獎同埋銅獎，仲有3個優異獎呢？咁我哋就要睇下先知㗎啦。好，我哋首先有請2人女子組合 Face to Face 唱出同名歌曲 Face to Face。在世，可知真意？誓如傾訴我的事，只要真知，何妨是乏味的話兒？不介意失去了說天意，雄心壯志隨風去矣。 如常不向右，繼續行，眉頭不皺，求做到能在這生無咎。好多謝曾學生，跟住有出身於新秀歌唱大賽，佢就係鄭秀文，歌曲係《思念》。 親愛多點，這些舊面貌、舊事、舊片段，伴我千天竟不厭倦，更想重現你聲音笑容，為何沒法再做昨天？茫茫然孤孤單單的身邊，再沒有你那臂彎溫暖，無淚眼看過去影像裏，卻有溫馨的心切。 人隨時落下極美的詩，愛逝去卻永不復見。能留住你那笑語跟動態，也欠身邊的你一分暖。多謝晒鄭秀文，跟住有演而優則唱嘅黎明，相逢在雨中。 跟你再相逢，在腦內又再現擁有過的夢，此刻裝作出我一切也鬆容，其實眼眸裏早已有點紅，共你在風中，願再度相擁，我去與你情濃如美。 多謝晒黎明改編自一首台灣歌曲，歌名叫《美麗的謊言》嘅主唱人蔡濟文。為何情人你必信不斷？今晚在
蔡濟文，除咗美貌與智慧之外，仲有完美聲線嘅阿 May。吳遠芳，准我離開吧。新人裏邊唯一一個係來自台灣嘅，佢就係庾澄慶，讓我一次愛個夠。就認識你無中無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沒有別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多謝晒七組嘅新人嘅，哇！真係難以相信，原來呢啲咁犀利嘅都係新人嚟嘅。好啦，咁呢個時候咧，七組新人咧都表演過晒啦。咁首先咧，我要喺呢度咧多謝 IFPI 呢個機構，因為我哋10大金曲每年嘅最佳新人獎咧都係由佢哋贊助㗎。咁喺頒獎之前咧，我哋再請七組新人上台嘅，唔該。歡迎咁多位。好啦，我諗呢個時候咧，應該係最緊張嘅時刻來臨啦。係啊。咁我哋首先咧要請我哋今晚嘅頒獎嘉賓出場喎。咁呢一位頒獎嘉賓咧，佢可以話係90年代嘅黃飛鴻，你估唔估到係邊個？90年代嘅黃飛鴻，我估到。邊個？李連杰。冇錯啦，有請李連杰先生。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優異獎，包括吳婉芳、吳遠芳，恭喜晒！恭喜晒吳遠芳，仲有2個嘅喎。Face to face，Face to face， 恭喜晒 Face to Face to face。恭喜晒！好啦，最後嘅一個優異獎，唔知係花落誰家咧？邊個話？第3位，鄭秀文。鄭秀文。鄭秀文，恭喜晒鄭秀文。恭喜晒鄭秀文。多謝晒李連杰先生嘅。多謝李連杰先生。好啦，咁金銀銅3個獎又花落誰家咧？我諗大家都好心急啦。我諗你哋更加心急想見到咧，就係我哋金銀銅3個獎嘅頒獎嘉賓。喂，講還講，我都好心急，想知道邊個即係夠資格做呢個頒獎嘉賓喎。各位朋友，我哋歡迎 Anita 妹梅艷芳。有請梅艷芳。今屆嘅新人獎嘅金銀銅獎，又請阿妹為我哋揭曉啦，大師姐唔該。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嘅銅獎得主就係邊個啊？哇，嗌啊！咦，雙胞胎喎，蔡濟文同埋庾澄慶。恭喜晒蔡濟文、庾澄慶。
銀獎嘅得主就係，你哋話咧？黎明。恭喜晒黎明！恭喜晒黎明！好啦，黎明，請你講一講你而家嘅心情係點樣樣，同大家你嘅歌迷下偈。黎明，今日好多朋友同你打氣啊！咁喺度攞個獎，我好開心啦！首先有機會攞呢個獎，當然係多謝各界朋友支持啦，同埋要多謝就係我老師戴思聰，同埋我嘅監製陳永明，同埋簽我翻嚟嘅華住，多謝。好啦，雖然呼之欲出，但係我哋都要 Anita 咧同我哋宣佈埋冠軍，即係呢個金獎嘅得主嘅。我諗都唔使我講啦，金獎嘅得主就係曾志偉話頭先同我有個親戚關係喎，曾航生先生。恭喜晒曾航生！張學生，咁你攞到呢個金獎有咩感受咧？好開心啊！真係好意外添啦，而且根本即係好開心。咁我喺度要多謝我哋唱片公司、華納唱片公司同埋所有嘅同事，有幫過我嘅同埋支持我嘅所有朋友，多謝晒。唔知啊？你知唔知班邊個啊？有冇你知啊？淨係你知啊？梗係啦，我睇過啊。哇！你一早就知啊？梗係啦。啱你咁奸㗎？咁你話俾我哋知得唔得啊？估下。估啊？估啊？估咩啊？俾貼士啊！俾貼士啊！兩個字嘅。兩個字啊？由你開始。你先。揾工。你住榕樹頭㗎你？你以為喺紅磡頒獎就揾工？真係上廟街嘅。你話？我啊，白光。你喺發青哥啊，真係要你班啊！屌！你走晒音，你搞咩啊？你問我哋咁多人，我哋問翻你，咁叫我哋4個上嚟頒獎係作何解咁咧？點解咧？因為環顧樂壇咧，就只有一個組合係唔似人嘅，就係我哋4個啦。所以我哋頒俾而我哋今次嘅頒獎咧，亦都係一對組合，佢亦都唔係人嚟嘅。都唔係人嚟㗎，唔係人嚟㗎，係一個4隻腳又估啊，會跳嘅。啊！寄生喺一個白鶴，頭先披頭散髮嗰隻嘢度。咩白鶴？甲鬼、紅鶴，我今日咩白鶴啊？你知？佢又成日攞獎，而家佢跳翻出嚟，啊！點知呢4隻腳都攞獎？咁你知係乜嘢啦？草龍，草龍，佢哋係草蜢失戀。All right。多謝，恭喜！哇，紫色嘅草蜢，多謝。喂，唔好 hold 住個獎啦，多謝。各位朋友，第6首10大中文金曲《失戀》，作曲係一首泰國歌嚟嘅，作詞潘源良，主唱係草蜢。失戀，恭喜草蜢！將敵意，將身份降低些吧。深夜裏將一起了解他，失敗過那又怕，只有説吧，終於苦戀中找點瀟灑。深夜裏將一
峰先生，同埋永遠都係小妹妹嘅李思琪妹妹。歡迎兩位。修哥啊，我哋大家都好羨慕你喎，因為你嘅樣咧成日都 keep 得好好㗎噃。真係？係啊。不過 keep 得好都冇咩用啦，有陣時啊，成個人都軟晒㗎。你點解你知道我漏口㗎？啊？佢唔好了解你。你係咪想講三級嘢啊？唔係，我意思咧，即係話，唉，有陣時聽到啲仔女嗲幾句咧，即係耳仔又軟。嚇，如果唔行路繼續 keep 住咧嚇，腳又會軟。打麻雀包得幾鋪咧，又會手軟。所以咧就成時都軟咯。咁我喺電視度見到你揸住個喇叭跳舞嘅時候，又唔覺你腳軟噃。係人都知道我中意跳舞啦嘛，咁我中意跳舞。我睇你唔止中意跳舞，你仲中意銀紙，因為錢俾到夠咯，咁咧就唔會腳軟，而係心都軟晒啦。唔好講呢樣啦，講頒獎先啦嚇。嗱，你咧亦都 keep 得好好啊，你個 figure 好柔軟啦，係嘛？咁你啲頭髮咧又好柔軟喎，哇！唔該你用你嗰隻柔軟嘅手啊，打開你嘅柔軟嘅信封，睇下邊個係得獎者。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第7首，歌名係《夕陽醉了》，主唱張學友，作曲洪安格，作詞係小美。恭喜晒張學友！恭喜晒！係。Hello，恭喜你，多謝家姐，多謝，唔使晒。唔該晒，修哥，攬完未啊？亦都唔該晒李思琪小姐。係啦，咁而家咧，我哋係要介紹第7首嘅10大中文金曲，童安格作曲，小美填詞，張學友主唱，《夕陽醉了》。特別嘉賓，呢一位就係3度獲得金馬獎裏邊嘅最佳導演獎嘅李行先生，另外仲有係獲得金馬影后同埋亞洲影后嘅歸亞蕾小姐。有請李行先生、歸亞蕾小姐。
麻煩兩位。哇，兩位好耐冇見。你好，你好。你幾好？大家晚安。好啦，咁啊請我李健曉看頒獎吧。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第8首，歌名《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主唱吳思凱。恭喜晒吳思凱。作詞陳嘉莉。呢個時候有請吳思凱為大家演唱一次佢嘅得獎作品第8首10大中文金曲，作曲吳思凱，作詞陳嘉麗，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唔少得，仲要多謝我哋兩位特別嘉賓李行先生同埋歸亞黎小姐嘅，多謝晒。交俾你啊，吳思凱。沒有承諾，卻被你抓得更緊。沒有了你，我的世界一下個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時間，想要忘記你，但是會。會學緊廣東話，到時送翻啲廣東歌送俾你哋，多謝晒。沒有承諾，卻被你抓得更緊。沒有了你，我的世界一下個不停。想要忘記你，但是會從我心裡跳出來擁抱你。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我的寂寞逃過你的眼睛。特別的愛。跟住嚟嗰兩位嘉賓咧，就係來自電影界嘅，兩個嘅名字咧都可以飛得嘅。嚇！你經常都要考人嘅喎。你估邊兩個咧？首先咧，我就唔會俾你考到一個先。係。嗰位女士咧，佢就係啱啱琴晚由美國飛翻嚟香港同我哋頒獎嘅盧燕女士。冇錯，快而準。咁啊，男嘅點咧？男嘅我要你俾貼士啦，真係。男嘅咧，好多人講起佢個名個字咧，
個眉又會八字嘅變，佢就係有個彭字嘅。嚇，你話有個彭字？係啊。喂，佢啊經常咧都上下電視，只不過咧佢個樣就慈祥少少，但係都唔係屬於電影界嘅噃，佢係政界嘅噃，係咪喺上邊北京落咗嚟？梗係唔係講嗰個彭哥啦，不過咁，我要聲明俾嗰個彭哥聽，今晚我哋搞金曲就唔係搞顛覆。哦，我呢度嘅音樂基地就唔係前哨陣地。佢知。所以今晚咧就佢唔使嚟啦。我哋就請個第二個彭哥，就係電影界嘅關錦鵬導演。OK， 非常之好嘅配搭，有請盧燕小姐同埋關錦鵬導演。歡迎晒兩位。阿盧燕小姐咧，琴晚專程由外地嚟香港嘅喎。係啊係啊，阿鵬哥嚇你好。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第9首《焚心以火》，有請Sally葉倩文，主唱人葉倩文，作曲顧嘉輝，恭喜黃霑作詞，黃霑先生。恭喜 Sally。唔該晒盧燕小姐同埋關錦鵬導演嘅，多謝晒。哇！即係而家你㗎啦喎，嚟啦想聽喎。想聽，有請葉倩文唱出今晚第9首10大金曲《焚心以火》，作曲顧嘉輝先生、黃霑先生，填詞亦都係黃霑先生。有請葉倩文《焚心以火》。多謝。你心目中嘅最理想嘅對象係要有咩條件嘅咧？好簡單嘅，最好係男人啦。哇，咁咪太簡單喎！咁你咁少要求嘅咋？咁啊唔係啊，另外咧，我仲希望佢會存250萬美金入我戶口啦。我啊冇你咁大貪，我只不過咧希望我男朋友份正當職業有上進心咪好夠㗎咯喎。我仲未夠㗎。仲未夠？係啊，我仲希望咧佢好似發仔哥哥咁識得同我捏下腳板底。我見發嫂近排咧精神煥發咗好多啊。你要嘅條件啊，的確都幾 QK， 好幾難啊。咁我諗跟住要出場嘅呢一班活力十足、高大威猛、風度翩翩，總之呢班男士就唔啱你㗎啦。喂，咁啊未必㗎喎，要睇睇先知喎。嚇，咁都得㗎你？睇睇先啦。睇一睇啦，有請咁多位。
邊個係大虎啊？係咯，各位，我就係大虎，我係二虎，我係三虎。喺你哋裏面，我最辛苦啦。喂，你點你辛苦啊？喂，你哋加入先喎，我最後加入最新嗰個，我咪最辛苦咯。喂，今晚嚟到底為咗咩啊？哇！解釋俾你聽。喂，你唔係同我講笑啊？港台嘅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啊嘛，家下。係咯，嚟呢啲咁嘅場合啊，只有兩個目的嘅啫。冇錯，一係就攞獎，一就頒獎。我聽講今晚我哋兩樣都做齊噃。喂，咁邊個攞獎邊個頒獎得㗎？咁當然唔會係我湯鎮業領獎啦。喂，我黃日華負責頒獎嘅啫噃。喂，我苗僑偉都未係時候攞獎喎。港台叫我嚟睇獎嘅啫。睇咩獎啊？喂，你幫我睇睇啦。我即係話咧，就我將呢個得獎者咧就寫咗喺個獎心嗰度咁睇睇。哇，咁都得。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第10首嘅得獎者就係點啊？邊個啊？邊個啊？係邊個啊？靜先，就係邊個？誒，甩咗啊！我哋嘅四虎劉德華。信封都唔係啊！得獎歌曲係可不可以？喂，恭喜晒！恭喜晒華仔，話擁抱。恭喜！咁好啦，我哋功成身退啊！走啊！未得！你哋只係即係你嘅諾言只係完成咗一半啫噃。仲有一半咩啊？仲有一半咧，就係你應承咗，無論我攞電影獎又好、電視獎又好，或者甚至乎歌唱獎都好，你都會陪我喺台上高度過呢一刻。哇！我哋話，我諗大家都唔會介意佢同我一齊唱歌啩，可唔可以啊？當然梗係可以啦！各位朋友，第10首10大中文金曲可不可以？作曲 Tom Tang， 作詞簡玲，主唱係五虎。多謝。劉德華領唱，準備好未啊？準備好啦，我哋喺後面㗎啦。黯然記起那日黃昏，含着凝淚眼共你分手。此時這刻，你在何方？為何埋沒掉柔情之流？輾轉深秋，讓愛意再等候，只想你又再與我在一起。儘管分開千里，仍然懷念你。無奈冷風裏紅鼻，清風可告知，天空可告知，懇請你萬里送上我心事。寫的千句詩，萬個愛你的字，交給你，可不可以？如清風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懇請你萬里送上我心事。寫的千句詩，萬個愛你的字，交給你，可不可以？多謝，希望我哋會有機會出一張唱片，再一次咁喺呢度攞多一個金曲嘅獎，好唔好？好，再一次嘅多謝你，多謝。好特別嘅獎，但呢啲獎好重要嘅，就係啲幕後嘅獎咧要揭曉嘅。咁亦都要多謝呢啲幕後功臣先令到我哋今晚嘅音樂會咧得以好圓滿咁樣舉行嘅。咁啊，呢個時間我哋睇睇我哋拍攝嘅錄影帶先好唔好啊？好啊。
歌曲獎得獎作品《天文》，作曲劉以達。最佳編曲獎得獎歌曲《前塵》，編曲倫永亮。最佳唱片監製獎得獎大碟《Faces and Places》，監製許願、林憶蓮。最佳風套設計獎得獎大碟《太極 All the Best》，設計人朱祖兒。1990年全年銷量大獎夢幻舞台譚詠麟。多謝。好啦，咁喺呢個時候應該到我哋頒獎嘅時候啦。首先我哋請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主席 Mr. Malcolm Barnett 同我哋頒獎。請 Mr. Malcolm Barnett。有請。首先呢係最佳中文流行歌曲獎得獎嘅歌曲係《天文》，得獎者係劉以達。多謝晒劉以達，多謝晒你。跟住咧就係頒發最佳編曲獎，得獎嘅係倫永亮，作品係《前塵》。倫永亮，再次恭喜你。恭喜你，倫永亮！喺呢度要多謝 Mr. Malcolm Barnett。Thank you very much, Mr. Malcolm Barnett。Thank you。好啦，呢個時間咧，我哋另外頒發3個大獎。首先，我哋請香港唱片商會主席袁美全先生。我哋麻煩袁生同我哋頒嘅就係最佳唱片監製獎，得主咧就係 Faces and Places 嘅許願同埋林憶蓮。我哋請許願代表上台領獎。多謝許願，恭喜晒！最佳風套設計獎啦喎，得獎者就係朱祖兒，得獎作品 All the Best。恭喜晒朱祖兒！1990年全年銷量大獎，得主係夢幻舞台。請所屬唱片公司葉廣權先生領獎。請葉生。多謝袁生，多謝。咁咧，我哋跟住亦都要頒發呢個獎項，不過唔係我哋頒嚇，就係俾10首金曲嘅幕後英雄人物、作曲填詞人。咁不如我哋請晒佢哋上台，接受我哋嘅獻花同埋領獎啦，好嘛？好，等我數佢哋名出嚟先。有請黃貫中、黃家駒、向雪懷、蔣志光、張洪亮、周禮茂、Dick Lee、潘偉源、小美、童安格、伍思凱、簡寧同埋 Only Tam。1990年踏入1991年咧，香港都係好似國語歌曲比較受重視同埋受歡迎咁噃。係啊，所以咧舊年我哋咧為咗推動中文流行樂壇咧，已經設咗優秀國語歌曲獎。記唔記得邊兩首得咧？哦，有兩首，一首咧就係黃紅嘅，冇錯，就係《血染的風采》同埋咧崔健嘅《一無所有》。嗱，今年我哋有12首候選歌曲嘅。喂，曾志華，你有冇咩心水歌咁啊？有，不過唔敢講，因為驚講錯咗好語。不如我哋請我哋今日頒獎嘉賓
同我哋宣佈好嘛？佢就係國際著名製片家嘉禾電影集團嘅總裁周文懷先生。有請周生宣讀優秀國語歌曲獎嘅得主。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優秀國語歌曲獎，把根留住。冇錯啦，把根留住。我哋有請作曲人童安格代表領獎。得獎者童安格先生，好多謝周文懷先生。好啦，今晚趁住咁人齊，我哋唱出我哋嘅心聲。有請童安格唱出《把根留住》。唔該曬童安格。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趁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万卷成河，终究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万卷沉睡，终究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
個獎咧，就係為咗表揚喺樂壇上邊有多年貢獻，並且喺樂壇上邊可以話全身投入咁樣喺呢個樂壇裏面工作嘅人士。過去裏邊我哋頒嘅獎包括有男女歌手、樂隊、作曲家、填詞家、音樂家。咁而今晚呢，我哋亦都要將呢個獎再一次頒發。呢個就係我哋嘅金針獎啦。金針獎嘅得主，大家知道係邊個嘛？冇錯啦，就係我哋嘅鬼馬才子黃霑先生。佢11歲咧就學識咗吹口琴，19歲咧就填寫佢第一首嘅創作歌詞，係叫做《迷》噃。係。不過未聽過嘅。不過到而家咧，數數手指咧都有30年啦。喺佢咁多好易計咁廣泛嘅作品之中咧，可以話數數埋埋超過成1000多首咁多嘅，而且可以講除咗我哋聽唔到嘢嘅地方都可以聽到佢嘅歌，有電影嘅，有電視嘅、電視劇嘅，乜嘢都可以聽得到。佢攞呢個獎可以講話係實至榮歸嘅。冇錯啦！喺呢個時間呢，我哋要請2位嘅頒獎嘉賓上嚟。第一位呢，就係黃霑先生嘅音樂啟蒙老師梁日超先生，同埋佢嘅好拍檔顧嘉輝先生。請兩位，輝哥。梁老師你好，我哋有請金針獎得主上嚟。我哋請黃霑先生，有請。恭喜你黃霑。恭喜晒！由今晚開始叫霑爺至得啦。恭喜你，恭喜你！恭喜啊，霑叔！咁我諗呢個獎要頒㗎啦噃。係啊，我哋有請梁老師同埋輝 Sir 一齊頒呢個金針獎俾黃霑先生。好，值得。哇，好重啊！你哋使唔使傾下偈咁咧嚇？我可唔可以擺低個獎先，或者將我幫你捧住佢，好樂意做呢件事。嘉廉啊！哎呀，唔好蝦女人。呢啲粗重嘢都係男人做嘅。我掂住啦咁樣。我今晚就想專登係要求，我話一個係我嘅音樂啟蒙老師，一個咧就係教咗我好多嘢，可以講得係我音樂生涯裏邊最好嘅拍檔。本來我仲要求香港電台再請一個人嚟嘅。係邊位咧？呢個人咧就係可以講得係我15年來人生嘅一個好伴侶。不過佢唔肯嚟，3個咧而家得返2個啫。不過我又覺得都幾好，因為如果人生太完美咧，好難有啲好嘅歌寫得出嚟嘅。有啲缺陷，即係或者攞完呢個金針獎之後，都唔使就咁樣入去老人院，然後就退休。我呢位想請嚟而冇嚟嘅朋友咧，可以講得係我過去15年來所有音樂作品嘅靈感嘅來源。佢不但係我人生嘅伴侶，佢亦都係我一生人未曾試過咁愛嘅女人。咁我今日向林燕妮話：呢個我最愛嘅女人，我一生人都唔可能再愛一個女人愛得好似我愛佢咁深㗎啦。好，黃霑兄，我想將呢個金針獎同埋以後我所得嘅獎都獻俾佢，獻俾林燕妮。我相信佢可以感受得到。恭喜晒黃霑先生！多謝。我諗你除咗得到好多獎之外，一定會得到呢位美人嘅。我仲想一樣嘢，梁生。喂，好點咧？我哋既然3個人嚟啦，係啊，我係知道你周身口琴㗎。係啊。不如我哋3個人吹翻隻啦，好嘛？好，咁俾掌聲我哋呢3位咧，好唔好啊？預備好未？
説出係我心的故事。Long long ago， 多麼遠。好多謝三位黃霑、梁日超先生、顧嘉煇先生。既然今日啊，黃霑叔咧可以話攞到呢個咁好嘅獎，我哋請阿輝哥去阿徐日勤先生旁邊先啦，好唔好啊？因為點解有啲任務要揾你幫手嘅？因為我哋今日請咗一大班朋友啊，演繹黃霑叔嘅一啲金曲，當然千幾首唱唔晒，我哋揀咗其中嘅一啲出嚟啊。首先我哋請黃霑爺嘅好朋友梅艷芳為我哋唱出黃霑先生嘅一首非常之流行嘅作品係《問我》。咁我哋請顧嘉煇先生同我哋指揮好唔好啊？輝 Sir 唔該你。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問我悲哭聲有幾多？我如何能夠於一日數清楚？問我點解會高興？究竟點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張學友為我哋唱《人間道》。自尋路望前路，自求人間道。山與水走了幾多未去數，千條路都到返家鄉路。往盡盡是青山，青山處處與急風高。走不盡長路，經人世間，怎麼盡是無道？多謝晒張學友，我哋仲有葉麗儀《上海灘》。恭喜黃霑，更加多謝你哋。途盡了。
憶蓮為我哋唱一首《明星》。當你見到天上星星，請你想起我，可會輕輕凄然嘆為懷念我，在你心中照耀過。我像那銀河星星，讓你慢慢愛過，更讓那悠悠光輝為你解夢錯。當你見到天上星星，請你想起我。當你見到星河燦爛，求你在心中記住我。多謝林憶蓮，我哋有《倚天屠龍記》劉德華。情意繞心中有幾多重，仇恨又卻是誰所種？難忘你因心我偏偏有恨，相思難共，情如天萬里廣闊，愁如海百般洶湧，要共對亦難，分也不可，愛恨填空。多謝，好多謝劉德華，黎明不要來，葉倩文。黎明請你不要來，現在浪漫感覺放我浮世外，而清風的溫馨在冷雨中送熱愛，默默讓痴情突破障礙，不許紅日教人分開，悠悠良夜不要變改，請你換黎明，不必要再顯自裁。現在夢幻詩意永遠難替代，人敞開心扉，在漆黑中抱着你，莫讓精華流盡多謝葉倩文，我哋仲有羅大佑《滄海一聲笑》。沧海笑，滔滔人潮，浮沉水浪几今朝，长天笑，一个地道，草人成熟是天之晓，江山笑，夜雨遥，好冷好
咁多歌嘅黃霑先生都喺度，咁我哋不如請司儀，請佢哋同我哋一齊唱呢首歌，好唔好？黃霑先生，請黃霑。我哋今日有一個最佳中文流行歌詞獎啊，而得獎嘅歌曲亦都係呢一首噃，《滄海一聲笑》，所以我哋請黃霑接受呢個獎，再次恭喜。係啊 ，This is a surprise， 多謝你，恭喜晒，再恭喜晒，仲有獎喎，仲有獎，因為今晚嘅金曲《焚心以火》咧，作曲同埋填詞嘅係顧嘉輝先生同埋黃霑先生合作，我哋有請輝哥上嚟接受呢個獎項嘅，同埋黃霑先生一齊接受呢個獎，所以你頭先話好多獎都係啱嘅。多謝，恭喜兩位，慢慢有得分下。好啦，喺呢個時候咧，睇怕我哋都要請晒所有我哋嘅拍檔司儀啦，同埋台後邊嘅所有嘅表演嘉賓一齊出嚟啦，好冇？好啊，喺度我哋請曾志華同我哋帶領有 Face to Face、鄭秀文、吳遠芳、蔡濟文、庾澄慶、黎明同埋曾航生，仲有何嘉麗，同埋嘅有 Beyond、李克勤、韋綺珊、蔣志光同埋張洪量嘅。我哋請倪震同我哋帶領林憶蓮、林淑容、羅時豐、草蜢、張學友同埋伍思凱。仲有周慧敏，同佢一齊出嚟嘅有葉倩文、劉德華同安格，仲有今晚特別作友情演出嘅葉麗儀小姐、陳潔玲小姐、梅艷芳小姐，仲有嘅就係梁日超老師，有請梁老師。各位朋友，我哋今晚第13屆10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已經接近尾聲啦，喺度要多謝各位嘅光臨，當然亦要多謝所有出席嘅各位音樂人士，得以令到我哋今晚節目圓滿結束。喺度我哋一再恭賀今晚所有得獎嘅歌手、作曲家、作詞家同埋幕後嘅英雄人物。我哋希望今日藉住音樂帶俾全世界和平，飲杯！世界和平！14屆中文金曲再見，拜拜。